花苞了哈，火龙果的花苞啊，花苞也很美。看那个枝条，枝条买来都不要切分，不到1年它就开花结果了。你看没有用塑胶盖的500cc 的塑胶瓶，把它切一下，然后盖上去，可以防那个下雨烂掉，然后可以，就是怕那个花粉坏掉了，然后蜜蜂还是果蝇都可以跑进去做授粉，沾那个花粉，然后跑到花柱，这样就完成授粉。这是动物授粉，也可以人工授粉，用毛笔沾那个花粉，然后再碰花柱。也有的干脆就抓这个花柱，然后在一个小小的碟子上面拍，让那个花粉就掉落在那个小碟子上面，然后再用毛笔沾那个花粉去碰那个花柱，这是人工授粉，这是人工授粉。这是火龙果，你看，火龙果呀，花苞出来了，花苞出来了哈，花苞出来了，有的太多也要摘掉哎。要让它大颗就要剩下一两颗，不能太多颗。